后来乡亲啊，今年已经单过春雷了，刷到来这个对流会更加旺盛，这个雷公四那天气嘛对咧增加。有气象的媒种也统计到去年台湾四那的次数，讲台湾甲周边的海域，这个四那超过1500万解，创下着6年来的新高。啊，台湾本岛的四那是突破着243万次。四那上多是这个南投县，啊，那四那密度是嘉义市连总阁摕到第一。过来是台北市，去年一年，这个四那上侪所在比往年增加1倍，这嘛表示台北市去年这个过道的雷阵雨是非常的旺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